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7日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来关心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南韩规暝无平静。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伫早暗向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戒严。反对党占多数的国会赶紧动员投票通过尹锡悦戒严令无效。尹锡悦嘛伫半暝啊宣布戒严。尹锡悦会安尼死做，理由是讲伊要消灭南韩国内亲北韩的势力，要维护南韩的自由和宪政的秩序。也若南韩安尼临时临要宣布戒严，国际社会是拢错一条。军队撤出南韩的国会，装备也拢炸走，脚步看起来真轻松。国会入口一个蹲真侪门厅，就知影讲进前真真紧张。初三暗11点，总统尹锡悦戒严令生效，军方进入的时阵，甲示威民众发生冲突，对内面甲物件搬出，也甲所有人拢赶走。双方经伫咧遐，一个真侪民众是伫咧国会外口抗争。随四透早，国会紧急动员，190位议员出席，全体投票通过戒毒戒严。 절차적 요건을 갖추지 않은 원천 무효이기 때문에 국회의 이번 해제 의결로서 위헌 무효임이 확정적으로 확인되었습니다. 尹锡悦强强宣布戒严，理由也互人无法度理解。 우리 국민의 자유와 행복을 약탈하고 있는 파렴치한 종북 반국가 세력들을 일거에 척결하고 照法律，尹锡悦宣布戒严了，才是通知国会，即马国会投票通过要求戒毒戒严，尹锡悦才是戒禁。 The president's lack of political experience. He did not hold elected office before, and so maybe he's frustrated with the way politics is going in South Korea, and resorts to these extreme and possibly even illegal moves. 分析讲，尹锡悦支持率一直下降，伊的国员甲伊的看守拢有见效大，伊甲国会意见也差真多。国家直接的问题是，这种政治混乱也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 尹锡悦突然间宣布戒严，引起国际社会关心。咱国内就几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人登伫南韩旅游，根据因伫现场的上新的观察，因讲外国游客第一时间知影了后，拢赶紧想要离开，赶紧想要走，等到是当地人无啥反应，甚至更有人质疑讲这敢是假消息。 60秒钟之内就有3到4台的警车经过。 几乎整条街每一台车都是警车的一个状况，店员一点都不觉得紧张，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很日常的一个状况，甚至他们觉得我们接收到的都是假讯息。当地的店员告诉我们说，看到这个首尔街头 坦克的照片，他甚至访问我说：“你能确定这个照片是真的吗？你能确定这个照片的来源吗？”也许他们之前对于类似的讯息接受已经非常频繁，所以对于今天晚上南韩总统尹锡悦最新的戒严宣布，甚至引起整个政坛为之动荡的情况，并不在第一时间有所反应。 镜头个等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这礼拜头一波东北季风对今仔日开始会影响到拜五，也伫食方面水气会较高。咱同齐来看分图。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东北部、东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拢有局部短暂雨，其他伫东北部的山区落雨时间嘛会较长，嘛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上大雨的情形。北部的山区、东南部嘛会有短暂雨。 其他的所在也有外岛，今仔日是维持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今仔日桃园以北、宜兰花莲天气是较舒适，感觉凉凉啊。即时的高温是伫21度至24度，样伫新竹以南、台东高温有25度至29度，会感觉小可热。今仔日各地低温大约是16度至19度，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乡亲早暗就爱会去晒衫。
天气反寒，最近感冒的人嘛变较侪。疾管署就提醒乡亲要注意呼吸道的疾病，因为对10月份开始，统计到顶礼拜，流感重症甲死亡的案例拢是10年来上侪。另外，肠仔病毒的疫情嘛是最近10年同期上严重的一届。流感季。那目前的话，累计的重症病例数一共是286例。那相较于近10年的这个流感季的话，那目前是最高。过来流感自10月到今，唔那重症病例多，死亡病例已经有52个。疾管署表示，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其中顶礼拜因为流感死亡就占11个，上少年的是一个住伫北部30多岁的查甫人，本身有气胸甲慢性肺部疾病。自10月开始有流感的症状，转交予病房了后，伫11月底不幸过往。疾管署嘛提示讲，过来12月中这是流感的高峰期。他发病了大概7周，那不幸的过世。那主要的死因是因为 A 型流感并发了肺炎以及急性呼吸衰竭。流感流行期大概是12月中旬，流感的一个占急诊的一个比例大概是10点多左右，大概还没有到流行期。另外，顶礼拜因为肠仔病毒到门急诊就有26000多人，连到4岁的囡仔有45.8%占上侪，5至14岁的囡仔今年的病例也比往年更较侪。过来，肠仔病毒的疫情，也是最近10年同期上严重的一届。医师认为，甲免疫负载有关系。2020到2022这几年，我们几乎没有肠病毒，因为防疫的关系，大家都了解。那2023就是去年开始有，但是还没有那么多。那今年特别多，那这个就是一个还债的过程。针对流感，疾管署是呼吁民众赶紧注流感预防针，提高保护力，嘛避免重症。因若肠仔病毒，疾管署是提醒讲，5岁以下的囡仔是重症高风险族群。若是囡仔有爱困、骹手无力，甚至吐，也是心跳噗噗踩，有可能是肠仔病毒重症。疾管署建议要赶紧去予医生看。记者郭敏李国凯台北报道。另外，最近的菜嘛有较贵。根据农粮署的统计，平均的菜价即马一斤是61块2。目前菜市各类菜一粒拢要150左右。农粮署表示，因为天气较无稳定，加上进前有受风台影响，中南部是各类菜的产地收成有较歹。农粮署即马是预估讲，菜价可能要等到12月中，天气变较凉冷，菜卖大较紧，安尼产量甲菜价就会较稳定。来到菜市啊，侪民众介绍问问咧，就开始丢毒，到底要买倒一项菜较会好？因为最近的菜价实在是贵桑桑。各类菜今仔一粒要150呢。啊，高丽菜比较贵啊，哎呀，所以就选别行来买。对啊，选较便宜的呀。买菜很有感啊，现在的消费越来越高啊，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最贵的应该是芥蓝菜吧？差不多1斤130。农粮署表示，目前平均菜洗在61.2块，芥蓝1斤130块，各类菜一粒才150块。农粮署表示，印象中唔捌看过12月份菜洗阁这么贵。每公斤是61.2元，确实是那个史上是那个12月以来最高的价格。所以在9月下旬的一个豪雨，再加上我们后续的一个山陀跟那个康瑞台风的一个影响，所以在国内的一个蔬菜的主要产地有一个受损的情况。农粮署表示，菜价会这么贵，甲今年风台换来有关系。天气无好，致使中南部收成较无稳定，真侪叶菜类拢互雨水浸甲烂去。农粮署表示，搁来12月中天气较冷的时阵，叶菜类咧大较紧，产量就较稳定，到时价销就降落来，袂影响到过年，爱民众放心。记者陈亚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在参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是表示讲，要摒除今年底进前有过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这个草案。这个草案是要以保护未成年和有心的负责人为主，禁止食槟榔的所在，嘛要检验市面上卖槟榔这个规范拢是重点。来看《中国时报》，劳动部发展署、北分署霸凌案，即马阁传出案外案，就是风声讲政府。乌白用就业安定基金，这个基金向乌白13用，
毋但甲钱摕来办演唱会去总统办公室，佮摕来赴劳动部面册卖种业的经营，也佮有网络的行销。劳动部长洪新涵即马是坦白讲，确实有一寡项目诶开销是无适合的，嘛无妥当的，卖闪避问题会来解决。来看联合报。总统赖清德这礼拜去太平洋咱3个友邦去访问，在半途中会过境美国夏威夷甲关岛。路透社即马是报讲，中国北京上紧伫这个拜六礼拜要展开新一轮对台军演。那咱国防部是强调讲，国防部是严肃来看待，咱嘛有坚强的准备。面对有风声讲中国要对咱台湾进行新的军演。咱总统府嘛回应讲，为着要确保台海和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这个部分是国际上即马高度的共识和目标。中共若是想要用咱台湾总统出国访问去做借口来发动军演，安尼会影响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安尼就是挑工咧起无空。台湾总统在出访的时候安排过境，这是行之有年的。尤其不分党派都有这样的惯例，所以中国不用有过度的反应。那有关于现在台海的情势，我们的国安单位还有国防部都有完整的掌握，所以国人不用太过担心。咱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去南太平洋访问友邦，昨中昼是去到头一个友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伫半工内就安排8个行程，包括去因的国会发表演说，嘛要深化在地医疗也有农业这领域的合作。伫国会和国宴的时，美国驻马绍尔的副馆长，也有澳洲的大使馆，嘛拢有到现场表达支持。大雨了后，天气变好天，总统赖清德专机顺利降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机场。总统海尼亲身接机，这是赖总统出访南太平洋头一个到位的友邦。40外侨胞由红布条热情迎接，还有马国学生囡仔人两国国旗伫路的欢迎。In our culture, rain brings blessing. You brought a lot of rain and blessing on the RMI and our partnership. 伫马国国会响起中华民国国歌，赖总统受邀请发表演讲，讲到台湾伫马国推动的各项实质的建设，嘛引用马绍尔国属典冠的名言：齐心努力，共创成就，形容两国的交情。手提亚之下，赖总统甲海尼总统做伙随市啊，除了有马国特色名产甲手工艺品，咱驻马国技术团嘛摆搭，展示伫当地推撒水耕蔬菜，也甲猪仔囝的饮食计划，互赖总统感觉真骄傲。大家注意的是，美国驻马国副馆长普西、澳洲大使威尔森早起捌出席听赖总统国会演讲，暗时搁伫请赖总统的国宴看到因。对于海尼总统所关心的安全议题，我们也会进行讨论，协助马绍尔群岛能力来建构。同样珍惜民主、热爱自由，我们更共享深厚的邦谊，我们志同道合。我要说，台湾和马绍尔群岛是真正的一家人。马绍尔是台湾在太平洋的重要战略伙伴，在停留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赖总统行程满档，身体力行，深化邦谊。以上是公视节叶佩璇、方俊怀在马绍尔的采访报道。镜头转来咱讲来去台中，来关心台中之前有发生警察冲入去国校内底，甲学生囡仔带去派出所的代志。礼拜一的时，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认为讲，学校记载警察走入去，佮甲学生囡仔带走，老师报警察掠囡仔行为，伊对这款行为认为真无妥当，佮批评讲安尼就无适合佮做老师啊。也毋过伊这个讲话是引起基层的老师和教师团体不满。卢秀燕昨昏已经回释咧，伊讲伊毋知头毋知尾就做结论嘛无妥当。伊讲未来会定出 SOP， 互教育单位有相关的做法依据。洪志讲讲，互警察甲学生带走的这间国小，一透早上课时间，有真侪家长赶过来，摕家己做的手棒，表达挺学校、挺老师的立场。你可以看到他，很常看到他在这边就是关心小朋友，不是只有在小朋友表现特别好的时候关心他。我们跟执法单位都希望教育能够为社会带来良善的力量，教导孩子们正确的观念。
但这封逼了的第2天，学校一透早是开家长说明会来讲名贵的事件。今年3月2日，苏生发生集体冲突，学生用一种落毒棍来攻击老师。家长表示讲学生会回失礼，不过3月27日，学生在警方到场了后才回失礼。老师嘛表明讲未对学生来提告，但是警察认定讲已经通报，要带伊登去派出所做笔录。家长接到学校的通报了后，表示讲会去警察局内会合。6月21日，少年法庭开庭审理，双方是当庭和解，法官结案。不过7月25日，家长阁申请教师不当管教后事调查，落尾是决议无成立。法官斟酌审前调查的结果，认为本件少年事件不具需保护性，无裁定进入审理程序及给予保护处分之必要，故裁定不付审理。学校让我们的感觉是，大家就是互相袒护，大家没有想要诚实的面对这一切。学生的家长嘛是质疑伊的囡仔在学校内面，互警方带走的正当性。不过，初二第议会真生气，佮大骂校长，而且讲教师无责任的市长罗秀燕，面对外界一大堆意见的压力，嘛对这个老师很失礼。我昨天的话说，这个老师是不是适任？我觉得我讲的太快了，太早下结论哈。我必须向这位老师致歉啊。那对于这件事情啊，老师为什么这样做？那他的前因后果，他有什么样辛苦地方？我想我必须理解。扣上这样子，老师不适任，我想对于所有现场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老师，会觉得非常的失望。总告总讲，老师会决定报警察处理学生暴力的行为，是为了保障家己的安全和学生学习的环境。虽然讲伊是无责任的教师，实在是伤匆忙，而且市府嘛应该提供有够的资源来帮助师生，无应该让老师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对这市府嘛讲，因会定出一个 SOP， 针对这个状况，让教育和执法单位有物件会当依循。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这个案引起众人的讨论。在高雄某一间国校顶礼拜5的时，一个6年的学生家长因为不满因囡仔的物件常常在学校内底拍无去，转报警察，要求2个警察入去学校内底去抄其他学生的册包学校表示有和这个家长参详沟通，有同意警察入来学校内底关心，也毋过绝对无让学生囡仔和警察接触。警方嘛强调讲，因是依法行政，并无违反校园自治条例。台中有学童互员警带走，高雄某一个国小的家长社群留言嘛讲，顶礼拜5有家长带2名警察到6年的学童班上，因为家己厝内囡仔物件拍无去。发生刑案，第二个是学校要求，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不可能学校要，因为我们是被动知道的，很早就把书包放在就是上课的旁边所以就当下就是趁那个1-2分钟的时间就那个老师跟主任就请我们的学生自己找看看。校长证实有家长因为囡仔物件常常无去，带警察到学校，希望检视班上同学的册包。只是教育部规定无相当理由，有证据证实学生牵涉案件，也是炸违禁品，是袂当超个人的书包，也是物品。第一时间甲家长解释了后，敢若同意互警察入来学校，伫咧远处关心学生，只是家己检视家己的卡网。家长与学务主任等人讨论后，带领警员至学校操场旁，由校方自行处理。警方全程并未介入。物品最后尾找到班上同学嘛，请老师加强法治观念，还有心理辅导。但是警察入去学校都有失踪，家长看法不同款。就是有一些可能外校人士进入或什么之类，我觉得可能才会比较需要动用到警方。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到惊吓，因为就很像是我们去搭捷运，然后可能捷运车站里面有警察一样。市府这是回应专程，拢按照相关规定处理。警方无直接接触学生，学校这是伫咧考虑学生心理甲权益的基础决定来应对。未来会持续加强着亲师生的沟通，避免相关的事件造成困扰，还有误解。记者王刘婷、简hen坤报道。另外来关心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进前的馆长陈素芬被指控工课场霸凌，教育部进前确认讲陈素芬已经无适合去做主管。也昨昏嘛公布这个霸凌案的调查结果，确认霸凌案成立，而且伊违法禁用2等亲抹红嘛有成立，所以伊互记一记代告，而且调去不是主管的职务。在调查结果过程当中，也发现陈前馆长呢权威性贬义性的管理风格，以及情绪控管能力不足造成呢馆内员工身心长期承受高度压力，且士气低落，
并呈现敌意且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已经符合职场霸凌。专案小组的召集人是教育部的处长林定高。昨昏伊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报告调查结果，认定这个工课场的霸凌案是成立的，记一代告做行政处分。因那将馆长征用二等亲职部分无照规定，嘛已经送监察院。林处长嘛代表教育部向海科馆的同仁和社会大众回示的。目前教育部所管有13个工课场的霸凌案，目前也阁有9个案正在调查。镜头来台中副家长是指控讲有一间国校啊说王的总务主任霸凌因的囡仔，把家囡仔锁伫学校的仓库内底。学校启动调查，验过尾啊，这个霸凌是无成立，家长无法度接受，尾啊，家囡仔转学。学校表示，即马引起讨论，会按照规定，佮启动第2阶段的调查。国小又阁传出哪场霸凌的事件？伫台中大安区这间国小的总务主任传出，于今年4月开始，就对一个4年学生有霸凌的行为。家长出面指控，校方甚至阁逼囡仔爱转学。我们强烈的建议，而且就是即刻执行，就是改变学习环境。好，那我想我们就是这样子做的。对他拍照，然后压制他在地上，让同学取笑他，然后包含就是最后还甚至关在这个小黑屋里面。老师们以及主任们是没有去营造一个友善环境，反而是让同学去笑说、去排挤他。家长表示，囡仔常常会感觉糟心，所以拢有定期去予医生看。不过校方所唔协助送鉴定，所以囡仔无得教生的身份。不过所长期受到不当的对待，甚至是精神的霸凌。几两届甲教育局申诉，嘛拢无结果。校方嘛拖2个月才启动调查。没有影响到正常学习活动的进行，所以呢，霸凌不成立。其实霸凌的条件里面，只要其中的有认定就可以成立的。人本基金会表示，这个学生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至少已经有半年。校方除了予无符合资格的总务主任介入，甚至阁逼囡仔转学，予囡仔有正大压力，最后只好伫今年7月转学。校方表示，家长后来阁提出新的事证，所以即马已经启动第2阶段的调查。就如果情绪上来的时候，因为学校小，必须有些协助，可能主任是唯一的一个男性教职员嘛，他能提供一些协助，让或者协助管理跟呈现这一些肢体接触的部分。台中市教育局要求校方赶紧启动调查，若确定是事实，就要照规定处罚。那人本基金会是表示，市府应该依法停聘涉案的教师，包括前任的校长嘛，要做一个调查，予家长一个公道。记者台中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 Intel 拜日时宣布讲，伫 Intel 做超过40年的执行长季辛格伊要退休啊。之前季辛格捌讲过 Intel 会拼过台积电，也毋过呢，今年 Intel 的股票是落了一半。特别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未来敢会协助这间公司，外界即马拢真关心。Intel 执行长季辛格伫接执行长的期间，甲讲要互 Intel 超过台积电。不过3年过去啊 ，Intel 今年的股价就超过一半。Intel 初日宣布，执行长季辛格正式退休，董事会会找其他的人来接。我认为 Intel 现在才要做晶圆代工的切割，其实已经晚了啦。但是这仍然是唯一的方向，可能还是把晶圆代工切割，然后把资源全部集中在晶片设计。提高公司的创造力，研发出更先进的晶片，特别在人工智慧的应用上。季辛格的领导，那就无互 Intel 扳回局势，面临几项重大挑战，包括13、14代处理器突袭，晶圆代工的业务亏损，也有欧洲晶圆厂计划冻点，加上产品推出的时停延后，对无着 AI 的风潮。进前市场也阁传出高通要收购 Intel， 不过目前这个风声是已经消失。那季辛格退休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台积电车商的股价盘中捌起25块，起到1060块，股利大股徛起23000点，盘中捌起超过300点。专家预估，将来 Intel晶圆代工的业务有可能会分割。
如果说要美国政府救 Intel 的话，不会是白白的出手，一定会有很多交易跟谈判会持续进行当中。对于 Intel 来说，恐怕会处在一个比较弱势和被动的状况。Intel 应该会加大对于台积电的一个委外订单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部分确实还是有利于台积电在全球在晶圆代工产业全球市占率的推升。有其他的专家认为讲 ，Intel 后一任执行长会由什么人来接？有关 Intel 的竞争力，敢有法度等去较进前的程度？除了爱了解半导体，嘛爱将人工智慧发展的情形，搁爱影响川普2.0新政带来国际新的局势，这个挑战是真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东部和中西部是落今年头一场大雪，有一寡所在雪是落102公分悬，交通因为安尼拍甲袂顶袂动。美国会顶一月开始落今年第一场大雪，东部甲中西部拢受影响。纽约州部分地区宣布紧急紧急状态，宾州也发布灾难声明。拄着感恩节假期，真侪人拢伫转去的半路，因为车路大雪封起来，全家伙困伫车阵当中。One woman spent the night in her car with several children. They were okay. They had food, but they were stuck in a long line of cars overnight. And luckily, in the morning, she said a friendly local person walked along the line of cars with some muffins. 积雪高度也真惊人，伫宾州甲密西根州部分地区，甚至乎120公分以上。We normally don't see sizable numbers like we have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so it's definitely different for us. 专家指出，这场大雪是受大雨效应的影响，也就是冷空气吹过相对温暖的水面，伫这方面的岸边造成落雪。这礼拜为北极来冷空气吹过美国甲加拿大之间的五大河，伫这方面的美国落大雪，目前冷空气豆豆向东部所叮当，按算这礼拜会阁继续落大雪。公司新闻由派顺编译。富平台母公司伫初2的时宣布，要甲西班牙参演外送平台子公司 Global 几若千的外送员，全部拢列做员工。原因是这间公司之前要互西班牙的政府警告，安尼无甲外送员列做员工是违法的。为着不爱互政府罚，所以因决定安尼先做。若安尼，因母公司伫2025年可能得减赚台票34亿。听卡拉车伫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街路四界行，西班牙餐饮外送平台 Global 的员工，知影公司要甲因纳入正式受雇员工，加一份合约甲薪水保障。本身是委内瑞拉移民的外送员，大部分拢认为真好。Veo bien porque ya sé que voy a trabajar por un sueldo fijo. Por lo menos aquí indispensable tener una nómina, aquí es un contrato aquí indispensable, entonces sí lo aceptaría. Casi no trabajamos nada, pues, no sacamos a veces ni el sueldo mínimo y casi todo se va en el pago de los impuestos, más que todo. Así que si es contratado y por una buena paga, sí nos hubiéramos beneficiado. 德国外送头人富平台母公司德国 Delivery Hero 伫初宣布，这间公司伫西班牙的外送平台子公司 Global 几多千的外送员会纳入正式雇用员工，因为西班牙劳动部进前指控 Global 甲所属的外送员无适宜登载做自营业，法院要伫无偌久后做出裁决。必须 Global 先采取行动来避免搁再互人罚。不过，这个决定也致使母公司的股价大落11.5%，而且这间公司2025年的盈利也减少超过34亿台票。不过，嘛不是所有外送员拢愿意做正式员工。西班牙政府伫2021年5月通过基础法，是欧洲第一份保障廉港经济工作者劳权的法律，要求外送平台送货员必须是签订正式劳动合约的员工。西班牙政府伫2022年至2023年，因为 Global 无根据正式合约雇用外送员，对这间公司罚超过68亿台票。Delivery Hero 即届除了承认 Global 外送员是正式雇员以外，嘛调关全年应急准备金来营运甲 Global 业务有关的社会保险金提拨罚款，征达税才开销。西班牙劳动部长对 Delivery Hero 的决定表示肯定，佮强调无任何企业会当超出法律的规范。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比利时政府立新的法律，这个法律是性工作者劳动法。性工作者未来伫西班牙会当有。伫比利时会当有产假和退休金在福利，
啊，那比利时甲性工作者当作是一般工课的工作者、劳动者，所以性工作者和一般的劳工拢有同款的劳动条件。就算已经伫要生，嘛是爱出力做查甫人的生理。这是比利时一个性工作者，嘛是5个囡仔的妈妈真无奈的怨叹。落尾伊是破腹生，医生爱伊休困6礼拜，但是伊需要钱来过生活，只好较紧转去做工课。不过这一切拢会有改变啊！比利时已经伫2022年，甲这种性工作合法化，即摆佫进一步实施全球首创的性工作者劳动法。12月初一开始，性工作会互看作和其他类别的工课相。目前全球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有德国、希腊、荷兰和土耳其。比利时进一步伫请人红请的关系之下，互因福利。Naar verzekeringen toe ook gemakkelijker kunt verkrijgen en dan het pensioen ook, dat ook voor ons beter gaat zijn. En als je ziek bent ook, dat wij dan ook onze uitkering kunnen krijgen.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伫访谈过后，每一个性工作者拢表示讲，有过方式做家己无愿意做的代志的经验。其中一个性工作者认为讲，这个新法会当改善因的生活，因为若无法律的保护，因做的行业都是非法的。这个部分无任何协议会当斗相共。Als we nu bijvoorbeeld een klant weigeren met de nieuwe wetgeving, dan kunt je ook je job niet verliezen. Terwijl ze eigenlijk niet echt iets hebben, dat weten we natuurlijk niet, kunnen we nooit niet zeggen. Ik weet dat in alle sectoren gebeurt, ik weet dat, maar ik hoop dat dat hier niet het geval gaat zijn. 人权观察组织表示讲，这是真激进的变革，嘛是目前全球安尼看过去，唔捌有过的范例，呼吁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对这个方向过去。不过，帮助比利时加入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伊莎拉认为讲，当局这个行为真危险，因为性工作的核心就是暴力。这个组织希望帮助性工作者离开这道，找到一个正常的工课，不是劳动权益。另外，嘛有批评人士认为讲，法律无法度完全解决和性工作者有关系的污名和风险，尤其是对无照的性工作者，就是人在讲的思想来讲，更较是安尼。这不是世界上上古早的行业，是世界上上古早的博士。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韩总统尹锡悦昨暗向宣布戒严，也毋过敢若1至6点钟就随互各国动员投票戒严。南韩即马已经宣布戒严，也那美国国务院是对外表示，美国事先并唔知影南韩政府要安尼先做。来看最近，咱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友邦，有风声讲中国和洛西亚打算要伫这个拜六礼拜展开军演。日本的防卫省昨就表示，有2架洛西亚的海军舰舰通过乌克兰华附近的海域，这嘛是头一届确认洛西亚的舰舰通过这个海域。来看中国和澳洲2国2074年的贸易战就要结束啊！澳洲是表示，中国北京已经全面取消进口澳洲红肉的禁令。这场贸易战按算看起来是造成澳洲出口贸易损失美金130亿，大约是代票4230亿。镜头个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高雄8月的是有民众伫新兴区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看到这间透天厝的时间咧搭天厝咧砍厝挂，也毋过呢，3个工人8悬8价拢无防护措施。劳工局就表示，这已经违反治安法，会派劳检处去做劳动调查、劳动检查，总共真正有样违法，会当罚30万。工人有的徛，有的坐，伫铁皮厝顶悬哪行哪做事。其中一个差不多60几岁的工人，佮躯拍伫厝厝顶含厝钱中伫施工。这个画面，互看到的民众看起来拢惊惊，因为镜头扭远来看，这3个人伫遐的所在是伫3楼悬铁皮厝的厝顶，但因无做任何防护。高度2公尺以上处所进行作业，没有使劳工使用安全带、安全帽等防止坠落危险的防护措施，已经涉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的规定，劳检处已经派员进一步调查厘清。劳工局讲，若查证了是真的，会罚款至3万到30万。嘛，呼吁事业单位伫工课场的边边啊，也是开出的部分悬的所在伫作业，应该设置防落的设施，而且要求劳工确实使用个人的护具。伫高雄需要修理铁皮厝顶的需求，对3度2风太
过了都无停过。像高雄大寮这间厝伫3度2风台过后，顶下卡外口的10公磅就破高高，等要2个月，车才有人来修理。真正时间摕袂出来，因为这个所在无伤济啊，阮袂当去甲人客按讲定时，拢只干那会当甲人客讲，阮尽量赶上紧的时间，甲你做无法度工课量一定做到讲无法度甲人客讲确定伫什么时间安尼。不管是拍电锯、接铁件，还是酿菜羹棒，拢需要施工团队到场来处理。有时阵我无用到暗时8点半才会当食暗顿。有工程行讲，伫3度2风台进前，佫会当固定休礼拜，但是风台过后，一大堆人要修理，佫拄着欠工，订单真正是接袂了。但是赶工嘛会做好防护，因为加开10分20分，甲家己保护好，就免烦恼讲无细节去发生意外，到时就要停工佫较长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赶快伫高雄有消防分队接到报案，讲有一个老大人乌卡，赶紧叫救护车要去一大人家厝急救。也毋过呢，这救护车驶到这个巷仔，因为巷仔较下，竟然有民众车袂过，叫救护车爱刷车，互人是批评这个叫人刷车有够悍。监视器画面当中，汽车驾驶走到救护车边啊，按救护人员出来刷车。高雄消防局防山分队车早起6点外接到通报，去中山东路一个巷仔面体救援，所拄到真罕过的状况。救护车到那边，他刚好要去上班。那个人跟他说：“你可以呢，救护车可以移一下吗？我要过去这样子。”救护人员迄时阵是接到一个老大人乌开救护通报，人民员显的急救过程所被要求刷车，救护人员时间去个无奈。同仁都在里面急救，后来他有进来跟我们同仁叫说车子要移一下，然后当下呢，我们同仁就是做完急救措施之后，因为乌卡的患者他也没有要送医了，我们当下也就出来把我们的救护车移走。这个巷仔确实较下，那对向货车或者双向拢是较大台修路车，货车就寡困难。按国民众认为救助性命上重要，这毋是要求救护车刷车的理由。救人为先，你叫车你要稍微停一下，等或者是你就倒车就走了，因为人家就是有紧急才叫救护车啊。救护车驶在路，一般人会主动让车，毋过到定点了后，因为无相关规范，救护车可能会被要求刷车。也个人会怨叹消防或者是救护车的司机者伤过差，要求管起来，这拢可能增加出勤风险甲困扰。负责救灾救护前辈消防队员所拄到无合理的要求，消防局也呼吁民众互相体谅，互队员应完成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困扰引起争议的，这是台南有一寡民众是甲因的车停伫家己门口口的停车卡，也毋过呢，说一直防检举，定定嘛会甲警察去冤家。即马台南市政府已经决定，对明年元旦开始，停车卡只要保留1米半，互人行，安尼停车卡就会当停学倒摆啊。永康的民众一透早手提罚单向里长陈情，罚单顶悬的时间点才拄啊早起7点多就开始处罚，互民众是真无奈。7点就是来开，你政府怎样规定，我们一定遵守嘛，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都不规定，也不宣导，也不什么，就马上。开单的理由是伫咧停车卡停车，事实上，永康地区的停车位是真恶吹。最近民众阁拄到停车卡停起机车，互开罚单，引起民怨。为此，台南市政府表示，最近会公告，自明年1月1日开始，停车卡保留1.5米互行人通行，画白线的部分会当提供互基慢车来停。不过未来只要保留1.5米，就会当开放互基慢车来停。对新众团体来讲，虽然无奈，也只有配合。不过对因来讲，停车卡整白，莫有关机差才是上重要的。机慢车应该可以停啊，可是汽车应该是不能的。骑楼是供大众使用的一个环境，老人家常常会因为高低而绊倒，这都有可能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如果能够平，尽量平。那台南市将会参考高雄、台中、桃园等3都，改采原则开放、例外禁止的方式。那我们目前在研议更符合在地需求跟民意的做法。交通局表示，目前停车卡停基慢车常常互人检举，造成民众的对立甲困扰。交通局嘛参考其他县市做法，做适当的调整。明年1月开始实施。民代也要求警方伫咧这段时间接到检举的时，先用劝告代替开罚。记者综合报道。
反对废除死刑，有几名被害者的家属和民间团体伫昨下晡举办对苏白玫瑰活动，上百人行上凯道反对废除死刑。受害者家属嘛去司法院陈情，要求爱维护公平和正义，嘛去到最高检察署要求检察总长提起赔偿上诉。拒绝判死大法官，被害遗属内卫官。被害者的家属和公民团体初三下晡举行白玫瑰追思活动，上百民众在凯道组织手提追思的白花，表达反废死的诉求。个人就是支持反废止，其他人有其他意见。台湾是民主社会，那我也尊重。听了他的经历，你也会想要掉眼泪啊！凶手太残忍了。苏道长的查某教师洪台时的案件今年是10周年，最高法院引用死刑释宪的说明，认定凶嫌不是上严重的犯罪情节，判决无期徒刑确定。受害查某教师因翁用特别吼出来的声讲，大法官一直话讲犯上严重的罪才会当判死刑，但政府唔捌定义什么叫做犯上严重的罪。判无期徒刑定谳，我就对司法感觉绝望，等是宣判我们家的无期痛苦的徒刑。就是因为大法官的这个判决下来以后，被认为随机杀人不是最严重犯罪，凶手在5度被判死刑之后逃过死刑。现场有真侪国民党立委到场来声援，民进党立委干那王世坚告，上台大声话杀人偿命。不过伫诉的时阵，台下的民众是有真侪意见。我们现行的体制，对，很困难。对加害人，对加害人是何等的呵护，杀人偿命，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受害者的家属嘛，伫立委的陪同之下，去司法院来陈情，要求维护公平正义。嘛到最高检察署要求检察总长来提赔偿上诉，推翻错误引用宪法8.1字的免死确定的判决。还判了8年跟9年，对不对？谁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请不要让他们2个人的责任心跟荣誉感变成笑话。我坚决反对废除死刑。太警案的家属嘛，这个本案敢唔受到宪法法定判决的影响，才造成临时来换法官。对这台南高分院下晡嘛发声明稿，强调讲原受令法官是满40年退休，这定轮换法官来接班，并无因为宪法2第8号判决的影响，才来换法官的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检署伫拜一的时宣布，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内底较有争议的代理孕母，这部分会另外处理。洪志基讲，政府的政策改来改去。卫福部伫昨表示，有共识的部分会先推动，也若有争议的部分会另外搁参详。也毋过立法院的委员会拜四就要排审调查立委所提出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而且计共有16个版本。民间团体即马是呼吁讲，这部分嘛爱暂停审查。提标语呼吁为捍卫女性甲囡仔权益，真侪妇女团体甲人权团体主张停止审查甲代孕制度相关的所有法案。民团指出，立法院拜四已经排审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下16个版本，有5个版本达至代孕相关，反对社会无共识之下，引起更加大争议。在自由市场的运作之下，很难保不会出现有心人士去利用代理育母这个生殖技术背后庞大的黑市利益，包括同性配偶，包括未婚，他亦可以申请人工生殖科技，但是呢，绝对不能够允许代孕合法化。国检署发新闻稿表示，伫5个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期间，收集到意见差不多8成反对代孕，拢达至修法建议考虑部分内容社会争议上过大，会将代理孕母部分脱到处理。这个是政策等法，卫福部长柯泰源解释，不是等法，是有共识部分先行。一直以来就会有一个大概以代理孕母脱钩的一个版本在进行，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急转弯呐。如果有争议，我们就再继续来沟通。我们也必须让面临支持脱钩的这些支持者，不管是女同志或是单身女生，都可以知道说，他们在这个脱钩的法案通过的第一天，他们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没有办法适用人工生殖法的。
支持台湾的民代表示，形容也爱护平等权，所以发布应确定即摆修法将代理因某部分脱稿处理，是不是后续会用专法方式来规范，也无定限。反对台湾的真济民间团体决议第一摆时去立法院头前抗议，表达诉求。记者综合报道。有网青进前互日本指控讲侵权，讲因教民众安怎去盗违法的 APP 去看日本的电视节目，影响电视的版权，所损失的市值有到6亿。警方接到报案了后，依照违反著作权法，甲因带回去调查。也那电脑王阿达是无报请回。一直看电脑调查后台所证，警方的敲锤行动，两人有网称电脑王阿达加洪先生这人，拢互日本控诉侵权来台湾购引。犯嫌利用个人经营之知名网站，刊登室内文章教学及提供下载连结，于网站吸引浏览人数，再以置入广告，透过点击率赚取广告费牟利。看影视 App 将8出戏剧电影拢非法提供，日本影视相关机构扩大发现，所属的会员 TBS、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拢伫受害名单，侵权市值挖买6亿外，点名国内网称公开教大家下载盗版软体。电脑王阿达面册回应，前早无公开细节，袂使加讲。敢若讲媒体写了伤含，经过复审了后，甲员工拢无报请回。一万交保的洪先生发声明，表示目前双方伫事实的认知甲法律适用，抑有无共的所在。一直坚持免费无相关者分享资讯，这个建议影视 App 无收任何费用。应该也是不行吧？正常有著作权的问题吗？看个人良心的，可是我个人觉得这样不太好。网前是讲，并无传盗版影视内容，敢若做教学分享，那会违反著作权法。律师分析，民国108年的修法，都是会达到红线，佮因为互警方认定透过网页落广告赚利益。并没有说一定要跟盗版的平台或业者一定要有对价关系，他只要有一个技术的一个分享动作，然后加上他自己本身试图盈利的感觉，可能就会被认定成是这一条视同违反著作权了。看著作权法的规定，有指导协助，还是移设路线，互公众使用电脑程式，安尼就构成触法的要件。关键是爱看是不是有用广告，还是其他积极措施才意图。这个是不是有犯法，都爱看后续法律安怎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华语流行音乐教父刘家昌致癌过身，伊才到83岁，家属嘛已经对外证实这项消息。春来春去去无踪，徒留一帘幽梦。社会包括这条一点有望顶真侪经典歌曲的资深艺人刘家昌，最日因为癌症安详过身，享受83岁。互人叫做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的刘家昌，1970到1980年代，拍案黄飞飞、邓丽君加费玉清。晚安，晚安，再说一声。费玉清也伫咧 FB 感谢刘家昌，替伊写真侪条流传到即卖歌曲，互伊真有光彩。刘家昌除了捌得到金曲特别贡献奖，也跨界导演电影《梅花》，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我从事艺术工作50多年了。那么写了几千首歌，也导演过上百部的电影，教了无数的学生，自己都记不清楚。刘家昌伫咧晚年因为家务事几日便登记咧媒体，3年外前伊习惯选到宜兰县圆山乡，记者实际去因兜，大门锁掉，电话无多。是伫遮是拢是甲外人做伙大。有时候可能他的孩子也会来看他。刘家昌的家属发声明讲，刘家昌一世人充满音乐甲爱，伫上尾的日子，刘家昌有上亲爱家人陪伴，正平静安详，伊音乐甲精神会永远拢留伫咧每一个人的心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家己落口有一个家里戏剧团，啊那内底成员平均拢已经80岁啊。就惊讲人口老化，机构无人传承，三海东表演艺术团队就和因合作，甲布袋戏和家里戏合作伙伴，希望互更较侪人会当来认捌这项机构。我是来互大家机会发财啊！
大身的布袋戏翁仔，甲细身的咖喱翁仔做伙表演。特殊的表演节目，写真侪经过民众来看。三脉堂表演艺术团队伫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翁仔技艺艺术活动，今年佫专工邀请咖喱翁仔的团队来做伙展览甲表演。阮即届完全就是大纲无剧本，现场互布袋戏甲咖喱翁仔做伙会当及时互动演出，咱用创新好耍的形式，互大家了解原来布袋戏。是安尼，咖喱翁仔是安尼，有想要学，大家就做伙来学，甲传承落去。这个咖喱翁仔的团队内底成员平均拢有80岁以上，为着要保存这个技艺，三脉堂就配合嘉义大学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阮也教学生来练咖喱翁仔，嘛要替因来编剧，甲三脉堂做伙演出。集堂来本来10几个成员都因为老化的关系，即马加蹲6个成员，6个成员若是有一个患病，就我演，所以。因的剧团有迄个危机，阮伫遐出入，看到有即个危机，想要帮忙社区去发展，继续发展，嘛传承即个文化。阮以后会使更较去甲因接触，安尼会使去学着因做侪动作，伊的经验，还是伊的整个学的生态，安尼拢无共款。我想要去甲因学习，安尼。三脉堂表示，翁仔的艺术文化毋若干那布袋戏的翁仔。这届活动甲展览会一直到初8，希望透过丰富多元的活动，互民众会当先入捌，豆仔介意了后，才有法度互在地技艺有传承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亚大师大有文物保存中心，会当互学生实际上动手来训练修复文物。也若有几10件收藏品的故宫博物馆，嘛正需要修复人才。昨昏呢，双方就签订 MOU， 希望未来要开课，加上实际上会当修复，来栽培咱国内更较侪文物的修复师。侪点钟的囡仔甲修复文物的技师，当咧大师大美术馆展出，现场嘛通看到修复的工课。这是大师大美术馆办的文物修复展览，因强调文物修复的重要性，就是互历史通搁再重现。嘛表示大师大文物保存中心，就是一个会使提供学生实际训练的基地。其实文物修复是一个对历史的尊重，我们希望找回或去发扬它的艺术价值，修复的现场带到美术馆，让群众可以去看到。其实他们的精神跟毅力，其实是应该获得嘉许。为着要培育修复人才，发挥专业，国立故宫博物院12月初3特别和大师大签订合作备忘录。故宫表示，虽然因有70万件的收藏品，才敢拿16个修复师，能力正严。因希望透过和大师大的合作，未来也打算规划修复室，让学生实际操作，互相交流，来栽培文物修复的人才。它基本上它有一个文物保存、维护研究的发展中心。那这里呢，有一些文物保存的一些学生的培育，加上台师大目前也成立文物保存相关的硕士跟博士班的课程规划，包括跟故宫的实务工作的，我们会多做融合、相互合作，把学术跟博物馆的实务呢结合在一起。故宫强调，也会伫大师大合作开设文物研究的课程，希望透过人才交流，和文物修复这个专业技术，会当有更加多元的发展机会，培育这类修复的人才。记者中嘉义谢桂林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上悬的教堂，这是德国乌姆大教堂，对西元1377年开始起，中呢要因为政治宗教欠资金这问题，头尾是起要500档，到1890年才完工。是到目前为止，伊的教堂的塔楼也是世界第一高。不过呢，等到2026年，就会换起144档的西班牙圣家堂完工了后，世界第一的大位就会换人做啊。行下国行楼梯，爱爬768卡马才能到德国乌姆大教堂塔顶。虽然爬楼梯互人喘屁屁，毋过爬起了后看过都市，互人感觉才有价值。乌姆大教堂有3个塔楼，上悬的塔顶是161.53公尺，是目前世界上上悬的教堂塔楼。虽然参观教堂是免钱。毋过，想要爬起哩塔顶，就需要买5欧元，差不多大票176块的门票。
Ulm nicht unbedingt so kennen, aber wenn man dann sagt, wow, ihr habt die höchste Kirche der Welt, den höchsten Kirchturm der Welt, ist es schon natürlich auch toll gewesen, klar. 高潮式建筑的乌木大教堂换大闹河，为1377年开始起，1545年因为政治压力、宗教改革甲资金欠缺者原因暂停，一直到1844年才开始搁继续起，最后伫1890年完工，因讲是起的时间超过500年。另外，乌木大教堂伫1993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不过，在地人讲，因其实搁较较去低调过生活。Die Schwaben sind eher so im Understating, ja, wie heißt das Understatement? Die lieben eher das Understatement. Die wollen nicht, die machen es zwar, aber sie wollen nicht allen erzählen, dass sie die Größten sind, ja. Deswegen sagen sie, das muss nicht jeder wissen. Das reicht, wenn wir es wissen. 经过140年等待，由西班牙有名的建筑大师高第设计圣家堂第5座中央塔楼已经完工，按算伫2016年，也就是高第过身的100周年完成第6座塔楼。到时阵会取代德国的乌木大教堂，成做世界上悬的教堂。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辑。关心天气，咱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是2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6度。外岛17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听伫海边的脚步声，特殊化妆着上老花的空喙，也阁有哪像真的场景。幕后的工作者用功夫、用手艺讲故事，互你听。可能用 P 图，然后颜色去把它仿制成金属的质感。最不服气的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把我们定义成只能做恐怖或丑陋的东西。要让你听起来很像你日常生活中听到的那些声音，像撕一撕，看起来不用。这个少年人用青春甲热情。